这片山的所有绿色都归老丁一个人管，包括这些绿色的蚕。初夏的青蚕烤着吃最肥美，只有懂行的人才能欣赏这个味儿。而除了城里的哥们儿小军，老丁再也找不到棋逢对手的人了。哎，过来了，丁哥，过来了，忙完了？忙，现在山里正忙呢，是吧？给你拿点好吃的。啥好吃的啊？绿色食品大蚕，这么老大？这从山上现摘的哈？这个这回现来的。挤，挤，再挤，想吃到最地道的烤蚕，这道略显恶心的工序是必须的。烤蚕吃的就是烤蚕皮。烤蚕需要心平气和，有点耐心，火力渗透，水分消散，只有在一个极为微妙的时机，才会呈现出酥到骨子里的脆感。吃到嘴里口感特别好，脆。想吃到这么脆的烤蚕，你要跟小军整上2杯。这种不在菜单里的美味，不套套交情是吃不到的。只要是不干活，就这些蚕就能整2杯白酒。